呢家係 Carl 又同大家開新一期嘅 Pokemon TCG。對上一次咧就同大家開咗呢個熱風競技場，咁啊出嚟都還好啦。咁啊希望今期可以好啲啦，因為今期咧相信好多朋友仔同我一樣都期待咗好耐啦，就係呢個火箭兵團嘅榮耀。冇錯，我哋啲老 fans 會叫做火箭兵團，阿板木老大啊。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係爭住要中呢個火箭兵團嘅超夢啊！不過我有少少失望啊，佢竟然唔係畫嗰個裝住控制裝置，或者有啲人會叫做盔甲嘅超夢，竟然係冇裝甲嘅喎，咁咪唔似係阿老大喺研究室度製造出嚟嘅超夢咯。Anyway， 就算冇裝甲都好，依然都係大把人爭住買，咁啊所以呢期呢係都幾受歡迎噶。咁而家日本呢，我可以話係有個德政啊，就係有鋪頭呢係有限買噶。我哋一般係講緊可能我哋啲煙酒啊係要成年人先買得啊嘛，金蛋犀利啦！係要中學生或以下先至買得，係調翻轉，大人就唔買得，要出示翻相關嘅證明文件，證明你係中學生或以下先至可以買到5包，最多仲要得5包啫喎，係啊，好正嘅。咁啊，我覺得都係幾好嘅，即係防止啲人炒賣啊嘛，因為實在太受歡迎啦。咁啊，等啲學生哥都可以玩到。咁啊，今期唔講咁多廢話啦，目標當然就係板木老大嘅超夢夢，再唔係中到佢嘅火鳥都 OK。咁啊，當然係講緊 SAR 啦。咁再唔係嘅話 ，SR 都好嘅。係啦，一樣啦，都係掃 QR code 可以有睇到佢嘅 card list 啦。咁一共係有98種加隱藏啦。咁啊，計埋都過百種噶啦。好，廢話少講，轉個鏡頭繼續。好，咁啊，可以開始開啦。咁啊，喺開之前呢，我想講今期咧，我都想係一次過剪晒啲卡包先，然後就快少少啦。好，剪晒啦，咁啊一間呢就開得快好多啦，同埋呢，我頭先講漏咗噶，就係因為今期呢有限買卡包嘅關係咧，所以我今期就想送得闊綽少少，咁啊座底都有5包嘅，同埋如果 RR、AR 同埋保底卡全部都係火箭隊即係火箭兵團嘅精靈或者係人物嘅話呢，咁就會送1盒卡包吓。好，咁啊 ，Let's start。果然真係有啊！今期係超夢，又係呢個協助調查問卷嘅卡。火箭兵團嘅立方獸2，火箭兵團嘅尼多洛，火箭兵團嘅咩利羊，暴風雪。哇！呢張係今期嘅其中一張競技場火箭隊嘅工廠，喺自己嘅回合可以用一次啊！由呢個回合手牌使出個名稱有火箭兵團嘅 supporter 嘅玩家呢，就可以喺牌庫再抽到2張卡。切角落托姆，火箭隊嘅毒氣丸，火箭隊嘅大路比，火箭隊嘅迷 Q， 呢張都好得意㗎，佢個招呢係可以呢直接用對方嘅戰鬥精靈嘅太精招式。好，弗列托，袋獸偽糖草，火箭兵團嘅爛泥怪。火箭隊嘅阿波羅，呢張卡定喺上個回合自己嘅火箭兵團嘅精靈俾人打暈咗咧，先至可以用嘅。咁啊，雙方玩家對手全部將手牌放入牌庫重洗，然後以喺牌庫度抽卡，自己抽5張，對方抽3張。火箭兵團嘅多邊獸，火箭兵團嘅立方獸石，火箭兵團嘅喵喵、刺梭魚、榛果球。火箭兵團嘅貓老大，以前叫高豆貓。火箭兵團嘅高豆貓 EX 係今期嘅第一張 ER， 第一支都幾有趣嘅，係可以攞對方嘅招出嚟用，有啲似頭先嗰隻咁樣，但係呢個就可以揀咯。3毛就出到啦，咁啊扣8/4之餘，仲可以令對手混亂。咁快出晒今期嘅競技場卡嘅，呢張就比較多人爭嘅。火箭兵團嘅監視塔就係話雙方場上所有嘅模式，即係普通係精靈嘅特色，全部嘅特性全部消除。火箭兵團嘅哥達，火箭兵團嘅阿帕蛇、奧利柳、櫻花魚，火箭兵團嘅催眠獸，火箭兵團嘅幼基拉斯，火箭兵團嘅尼多利。迷你符，老大家見到啦，以前就係交換自己嘅精靈，任何精靈都得，但係呢個就只限係火箭兵團嘅。咁啊，同樣地自己換完啦，就可以指派對方可以自己揀對方嘅精靈備戰同埋戰鬥互換。係褲斗尖梳，火箭兵團嘅食夢獸，火箭兵團嘅立方獸，
豆粒菇，火箭兵團嘅大口福，火箭兵團嘅耳勾老母，火箭兵團嘅冰澤天罩蟲，火字雞，火箭兵團嘅圓豬豬，壯馬賢德，火箭兵團嘅尼多猴，火爆猴，傲鷹哥，火箭兵團嘅索精蟲，火箭兵團嘅迷兒 Q， 火箭隊工廠，馬莎拿珍珠貝，哎呀，仲要係 ASR，護主犬，已經開咗啦，唔太想中佢喎。呢張卡喺先攻嘅玩家最初都可以用下，佢嘅好處係咁樣。咁啊，自己牌庫揀最多3張基礎嘅火箭兵團嘅精靈，俾對手睇完夾手牌，再洗牌。哦，蘇石，火箭兵團嘅多邊，火箭兵團嘅立方獸 set， 袋獸切角落托姆，火箭兵團嘅爛泥獸，火箭兵團嘅雅典娜。由自己牌庫抽卡，直到自己手牌滿5張。如果自己場上即係全部都係火箭兵團嘅精靈嘅話，就可以抽到8張為止。唔錯唔錯。火箭兵團嘅黑暗鴉、傲骨燕，火箭兵團嘅勇勇羊，我唔知道以前係咪有其他名嘅呢隻。加熱洛托姆，火箭兵團嘅雷鳥。呢張都係可以話係必備㗎啦，呢個物品卡，火箭兵團嘅接收器，因為呢張係可以喺自己嘅牌庫度任意揀一張有火箭兵團嘅supporter，咁就可以。如果你有嗰隻可以揀任意一張訓練加卡嘅 supporter 咧，咁就一個 combo 嚟㗎。然後就通常都會攞老帶㗎啦，老帶實在太好用。火箭兵團嘅哥達，火箭兵團嘅尼多狼，火箭兵團嘅大路比。斷咗 combo 啦！我就諗住全部都係火箭兵團會送一盒啊嘛，已經斷咗 combo 啦，真係唔好意思各位。奧利亞 EX， 我呢張唔係好想介紹，冇乜特別。火箭兵團嘅毒氣雙子，好。火箭兵團嘅索精蟲，火箭兵團嘅尼多利，火箭兵團嘅立方獸，火箭兵團嘅雷龍、電龍，都幾煩交。阻住咧，進化啦，扣你血！火箭兵團嘅阿柏怪，榛果球，火箭兵團嘅波音福，火箭兵團嘅食夢獸，火箭兵團嘅沙基拉斯，火箭兵團嘅克魯加。我發覺今期咧用火箭兵團呢個名好似 rap 咁樣，每一張都要。力撞雞，火箭兵團有基拉斯，火箭兵團嘅阿帕射，火箭兵團嘅驚嚇炸彈。呢張真係麻麻地喎，因為擲正面就可以搞對手，但係擲反面就搞自己嘅啫喎。係啦，正面就可以令對手，你可以選擇一隻精靈扣20血。調翻轉，如果唔得咧，就係自己嘅戰鬥精靈扣20血啦。好，火箭兵團嘅迷兒 Q， 冇乜期望啦，中隻普通嘅老大嘅超夢就當贏啦，係咪？係咯，怒鷹哥、雪粒怪、盔甲鳥，有少次機會啦。不過呢張都 OK。火箭兵團嘅火鳥 EX， 大家知道火焰屏障扣81，但係可以自保50，即係免傷50應該話，免傷50，好高防啊。咁啊，第2招咧好搞笑嘅，需要4個能量，亦都扣唔到血，只要自己掹一張呢個火箭兵團嘅能量，就可以掹晒對手所有嘅能量。好，OK， 大詞不備。火箭兵團嘅小哥達頭怪迷你符，火箭兵團嘅粗陷豬，火箭兵團嘅克魯加，火箭兵團嘅喵喵怪，酒鯨，火箭兵團咩利羊，火箭兵團嘅妨礙機械人，選擇一張對手嘅反面朝上嘅 prize 卡，喺唔睇正面情況下，由對手嘅手牌選擇一張查看各自嘅正面，但係嗰張係會一路揭住嘅喎，維持正面朝上喎。OK， 克雷姆，火箭兵團嘅立方獸，火箭兵團有基拉斯珍珠貝，火箭兵團嘅雅典娜，火箭兵團嘅電龍，唔係
好期待啦！敖骨燕啊，護主犬，火箭兵團嘅尼多蘭。今期嘅第一張 AR 終於登場，我等咗勁耐。火字雞，好，火箭兵團嘅接收器。蘑蘑菇，火箭兵團嘅小哥達，火箭兵團嘅尼多狼。希西猴，列班魚。迷你符猴怪，火箭兵團嘅波音福。浩大瓊 EX， 哦，咁應該冇啦。普通嘅老大超夢都冇。火箭兵團嘅超級球，咁啊呢張咧就又係擲幣嘅，擲到正面就可以揀火箭兵團嘅任意一張進化精靈卡，如果反面咧就只能揀佢嘅基礎。火字雞，火箭兵團嘅用勇羊，火箭兵團嘅索精蟲，火箭兵團嘅冰鳥。OK， 火箭隊嘅火箭兵團嘅沙基拉斯。加熱洛托姆酒鯨，火箭兵團嘅尼多蘭，火箭兵團嘅阿帕怪，蘭塘花，護主犬，火箭兵團嘅小哥達，火箭兵團嘅圓豬豬，哎呀唔好意思啊，跌咗張重要嘢添，火箭兵團黑暗鴉，係今期第二張嘅 AR 珍珠貝，力壯雞，清洗洛托姆，火箭兵團嘅尼多蘭，火箭兵團嘅拉姆達。你話中到呢張都好啲啊，竟然係呢個咩蘭斯喎？拉姆達都好啲啊，因為咩啊？因為佢可以一牌附任意揀一張訓練卡，一中到佢都好啲啊！搞錯，竟然唔係中佢咯。火箭兵團嘅毒氣雙子，後怪，火箭兵團嘅鈴鐺響，盔甲鳥，火箭兵團嘅果然翁，風神犬。大黃燕、蘑蘑菇、雪粒怪，火箭兵團嘅蘭斯，火箭兵團嘅爛泥怪，敖骨燕，火箭兵團嘅波音福、朝北鼻，係啊，第三張係袋獸嘅 AR， 最尾火箭隊能量 ，OK 呢張都係好用嘅，就頭先講嘅火箭兵團嘅能量啦，差喺火鳥嗰張，係啦。咁啊呢張咧特別啲嘅，佢唔係話咩視為一個模式能量嘅，佢係咩咧？佢一定要係放喺火箭兵團精靈身上，即係如果唔係就冇效噶啦。咁佢係可以視為兩個樂系或者係超系嘅能量嘅，一張抵兩張。但係如果計張數呢個計一張嘅啫。好，完，總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張 R。4張 2R， 我想講火鳥已經係最正㗎啦。3張 AR， 同埋保底係呢張。係啦，咁啊今期嘅問題好簡單，就係問我最想中嘅係邊張卡，同埋我有提到話邊張如果係畫成乜嘢會更好呢？咁啊答中而又被抽中嘅就可以得到今期嘅卡包一包，咁名額有5個。希望今期會開卡包嘅朋友仔唔使益炒價，唔使食炒價，都可以買到，亦都中到自己想要嘅卡。再見。